嗯嗯，那说到地运狗是不得了，那你啊，马上我一下去，你们主播的小鸭的，今天呢是马二夏季课程的第6天。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观看的尊贵的僧团所有的僧众们，还有世界各地的各位法友们，还有我们藏族的同胞们。首先呢，要问候各位。得了样大，那么在前面大概2堂课，我们讲完了，就是原始佛教中跟密教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从今天开始，主要会讲就是佛灭后的这个佛教。那么在讲到佛灭后的佛教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谈一些历史背景，尤其要对于当时印度的一些政治的情势有一个了解。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英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安东尼·沃德尔，他是这个20世纪的一位学者。依照他的说法，他说，在佛陀时期政治方面当时的一个邦国，一个国家叫做摩羯陀国，它是许多个这个国家之一，但并不是特别的强大。从历史上我们看到，佛陀呢曾经跟摩羯陀国的这个2代的国王有见过面，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就说并没有说这个国王跟佛陀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印度国王普遍来说都很喜欢接见各种类型的这些学者或者说这些哲学家们。譬如说当时在这个耆那教像在耆那教的一些文献里面，他们也叫裸行派在他们的一些文献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当时呢，这个频婆娑罗王还有阿舍世王呢，都有医治过他们，而且他们也曾经是耆那教很重要的施主，所以也可以看到这里英国学者他就认为说，摩羯陀国的这个国王虽然说，有2代的国王都跟佛陀都有亲近过佛陀吧，会面，但并不代表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且佛陀呢，在他弘法的时间，
期间呢，曾经呢至少到过6个国家去游历，而在摩揭陀国停留的时间其实是比较短暂的。所以佛教最开始主要并不是在摩揭陀国弘扬开来，而是在摩揭陀以外的地区传播。而且呢，也没有刻意要跟这个摩揭陀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是我们说看到这时候的政治情势是什么呢？就是1个半世纪之后，随着这个摩揭陀国它开始扩张了，可以说它的疆域就覆盖了佛教当时传播的广大的那样的地区。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期才会说佛教跟摩揭陀国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那这个之后我们讲到阿育王时期的法教那时候会再多讲。总之我们看到佛教跟摩揭陀的这种特殊关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主要是后来随着这个它政治的情势或格局的变化而形成的。并不是说在佛陀那个时候就有刻意跟摩揭陀国有建立起一些这种联系，并不是的。那这是为英国学者他的一个认为。那同时我们要再认识一下就是这里上谈到摩揭陀国，那我觉得我们也要了解到底那个时候印度它有多少个国家，或者是说有多少个这种邦国。所以呢，在当时印度到底有多少个这个国家，或者说有多少个大国？那主要投影出来了，就说在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左右，当时印度存在有16个这个大国。在很多藏族文献里面也有提到，这叫做16雄国，就是16大国这样的一个用词。所以就在这段期间，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左右，主要存在有16个大国。那么其中呢，一些是这种叫君主制的国家，那一些呢是这种共和制的这种国家。那投影出来的就是这16个国家的名称哦。那这里就不细讲。那平常我们可能比较从这大藏经里面丹珠尔文献里面，大藏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些国家的名称。譬如说第一个叫央且，还有
像迦湿，还有居士罗，然后还有摩羯陀等等，这些可能我们常比较听到。所以就是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4世纪哦，印度总共出现过这16个大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谈到的是16个大国当中的叫做摩羯陀国。那摩羯陀国它本身也有几个王朝的这个当然我们先不谈佛陀之前的这些王朝，我们看佛陀他在世的时候，当时摩羯陀国是哪个王朝？那当时的这个王朝称为叫哈尔雅卡王朝。所以最主要，这里你会看到这个王朝里面有频婆娑罗王，还有就是阿舍世王。那么他的第一代这个王频婆娑罗王见过佛陀，还有阿舍世王也见过。尤其呢，我们说到了佛陀晚年的时候，这个摩羯陀国的国王就是阿舍世王。根据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历史的文献他在位第8年的时候，佛陀涅槃了。就阿舍世王在位第8年的时候，佛陀涅槃。那他当时是怎么样得到他的王位呢？那当然是不太好的一段一个方式一段历史。就当时是他把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给杀了而登位的。虽然说他即位的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的，可以说是不好的，但是他也的确是一位很懂得如何治国的这样的一位国王。像他征服了许多地方，像是叫居萨罗这个地方，它是位于中印度。那这居萨罗呢，也是刚刚谈到的16个这个大国之一。那这个居萨罗呢，它的首都就是舍卫城。当时呢，这个居萨罗的国王，就佛陀还在世的时候，那个国的国王叫波斯匿王。这个也是佛经中我们常会看到的一位国王。那他曾经和这个阿舍世这个战争。那后来呢，居萨罗呢，在另外一位王叫毗琉璃王总之他遭遇了一个船难之后那这个国家就成为了摩羯陀国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做拔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也是当时印度16个大国之一，它在北印度，是当时北印度有4个主要的国家，那它是北印度4大国家之一，叫做拔措。它的首都呢叫做焦赏弥也是当时这个焦赏弥这个首都城市的名称也是佛经中常常会看到的。它是古代印度6个大的城市之一。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拔搓的国王哦，叫做优陀延。那这个国王呢，也曾经和摩揭陀王，这当时是阿舍氏王，还有一个阿盘提王啊，有这个战争过。所以总之呢，这也是说阿舍氏王他很会治理哦，所以他当时就征服了中印度的许多国家，刚刚说居萨罗还有拔搓等等。同样，我们在很多佛教还有耆那教的文献里面看到，阿舍氏王的一个儿子，他叫做优陀耶，优陀耶哦，他后来也即位了，就将这个首都呢，搬迁到叫做华氏城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我们说巴纳，就是在比哈尔省，印度比哈尔省的巴纳，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华氏城。古代的这个音译哦，或者说翻译叫做巴连福译，或者叫做波扎离城哦，就是现在的叫印度的巴特纳这个地方。那么在阿舍氏的儿子是优陀耶，那再之后呢的王呢是叫阿兔楼陀，然后再来叫文图，再之后呢是那切都沙迦等等哦。总之，这个王朝呢就延续了几代，那就是这几位哦，他们的名字。所以是频婆娑罗王、阿舍氏王，然后优陀耶，然后是阿兔楼陀，然后文图，然后叫做那迦或者那切都沙迦这样子。那么到这里为止呢，这个王朝叫做哈尔雅卡王朝。在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王朝。那这个王朝名字叫做舒舒那迦王朝。所以之前的王朝叫哈尔雅卡王朝，最后一代的国王叫做纳切都沙迦。在他治理统治的时候，那个城里面就开始有人民这个反叛了，所以就推翻了这个王朝。他们就当时废黜了这个国王，然后就选举当时的一个大臣，就是叫舒舒那迦，又叫西舒那迦哦，当这个国王了，所以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那这位大臣西舒那迦的出身是比较复杂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军人，母亲是一个艺人。这个新的王朝有几个名称的，譬如说叫西舒那迦王朝，也叫做离居王朝等等哦。那后来
这个国王啊，就是西舒那加呢，他征服了印度西部的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叫做阿盘提。这阿盘提呢，也是16个大国之一。它的首都是叫玉禅尼。那这个首都呢，玉禅尼，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阿盘提城。所以总之呢，这个西舒那加王朝的这位国王哦，他就征服了西部，印度西部的强国叫阿盘提，而且呢，他还占领了一个叫做瓦萨国。但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就说就这个瓦萨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是在前一个皇朝的时候呢，就由最后的一位国王就征服，把这个地方已经征服了。那无论如何，这个瓦萨国，由于呢这个西舒那加的一个统治哦，就说这个叫做两国之间多年的冲突也就结束了。那在西舒那加王之后，又是哪一位国王出现了呢？根据斯里兰卡的岛史这部著作文献记载，之后出现了国王叫做加罗阿育王，他也叫做黑阿育王。那么在古代的一些文献它称这个加罗阿育王叫做加罗舒加，加罗舒且有这样子的名称。所以总之这一位国王呢，是在这个王朝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位国王。因为据说就在这位国王统治期间呢，在毗舍离举行了第2次的佛教结集。但这里很重要要厘清的就是，这里的这位国王他也叫阿育王，但是他叫加罗阿育王所以他常常被误认为是著名的后面的一个叫孔雀王朝的时候叫阿育王，但实际上是2个不同时代的一个历史人物。这部分我们在讨论第2次解集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说明。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呢，总之后来他有9个儿子就是这个第一个是西舒那加，后来是加罗阿育王。那据说后来加罗阿育王他有9个儿子，就9个皇子，那是这国家就有9个皇子共同来治理。所以在这里会刚投影出来，就是1到后面有几个皇子就是共同治理的。
那么在西舒那且王朝之后，就是南陀王朝。那么根据一部文献哦，它叫做一般翻译有叫哈沙的一个传记，它叫做荷利沙加利塔这样的一部著作。那过去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那么就有记载一段历史是有关这个王朝时候的这个历史。那总之，根据这部哈沙的传记里面有一段记载说，这个迦罗阿育王啊，这前面那个王朝那个国王叫迦罗阿育王，后来是被刺杀了。那个行刺的人呢，后来可能就成为了国王，然后就建立了叫做南陀王朝。那么4世纪编撰的印度的一部文献叫做《往事书》，叫 Purana。那这种往事书是蛮多部的，有同一个名称的文献是很多的，但这里是依据4世纪时候编撰的一个叫《往事书》，里面提到南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呢，叫做大莲花南陀。那么依据这个锡兰的大史哦，就是一部文献叫做大的这个历史大史，提到呢，南陀王朝有9个国王。那这9个国王呢，互相是亲戚，然后他们就轮流的当这个国王。那第一个国王叫乌扎塞纳，最后一个国王叫做达拉南达，也叫做达纳南陀，有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南陀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哦，称为叫达纳南陀。那么他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人呢？那一种研究是说，他是确实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当时入侵印度时候的那个摩羯陀的国王。那么南陀王朝呢，它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有巨大财富文明。那但是呢，由于这个治理不善哦，民众对他们并不是很满意的。所以之后呢，据说是有一位叫做岳护他夺取这个南陀王朝的政权的时候呢，建立孔雀王朝，所以就比较容易，因为本来民众就对这个国家是不满意的。那以上呢是历史学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说法。那么接着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摩羯陀国的
再一个王朝叫做孔雀王朝。那么当时是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呢入侵了西北印度，但是呢他并没有深入这个中原地区。接着呢，亚历山大是在公元前323年去世的。那么他是死在这个他的帝国首都巴比伦。所以当时的印度也就避免了这个希腊人的征服。那么趁着这个希腊人入侵时当时有一位年轻人叫做詹陀罗吉多。总之，他就趁着这个混乱的时候呢，这位年轻人在一位宰相叫做考底利耶，在他的一个辅佐之下，然后推翻了就当时说前面的王朝叫南拓王朝，就建立了这个孔雀王朝。那这位宰相叫考底利耶呢，总之呢是一位很能干的这个大臣，所以在他的拥护之下辅佐下，这个年轻人叫詹陀罗吉多就推翻了南拓王朝。那么这位大臣呢，叫做考底利耶，他是一部很出名的著作，叫做《政事论》的一个作者，就是政治的事情《政事论》的一个作者。那这部论著主要在讨论的是关于这个治国之道，或者是说王者之道的这种论著。那么就像是米邦人们也曾经写过这种如何成为一个国王，如何能够治国的这样的著作，有类似那样子的著作。总之，这位大臣也写了这样的一个著作，叫《政事论》。这部著作包括了根本颂和注释两部分。根本颂有被翻译成藏文，收录在就是藏文的丹珠尔的工巧名的部分。那有的人说，这根本颂跟注释都是这位大臣考底利耶所写的。那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同人所写的。总之呢，就在大臣的这个拥护下，这位年轻人叫詹陀罗吉多，就从西北印度开始，将希腊人的势力一扫而空，然后征服了全印度，建立了强大的王国。那这位詹陀罗吉多呢，在位是24年，接着是他的儿子即位，继位28年，他的儿子呢叫做宾头沙罗。再之后呢的国王是谁？就是阿育王了。所以他是在公元前268年左右呢，即位的。他就是阿育王是在公元前268年的时候即位。那这里我再投影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孔雀王朝第一个
国王就是旃陀罗笈多，然后再来是宾头沙罗，再之后是阿育王。当然，阿育王之后也有几位国王哦，那这里就不多说。我们也是谈到阿育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再谈。但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年代说法有一些不一致。就说佛陀入灭到阿育王继位的这个年代说法是不一的。那其中一个说法呢，可以说在最主要的说法有2个，一个是按照斯里兰卡的史传，是说呢，佛陀入灭到阿育王继位，这中间是隔了218年。那么北方传承呢？那最主要就是指中文里面的这些佛教的文献哦，所以北方传承只认为说呢，佛陀入灭到阿育王继位，这个中间是有100年大概是大约是100年。其他呢，当然还有很多政治史的相关的这种资料跟文献。那些资料虽然也很丰富，但是经常你会从里面看到相互矛盾的一些说法，所以很难作为一种绝对的一个依据。所以呢，我们暂时先把这些王统年代这些细节我们先搁置一下。之后如果讲到佛灭的纪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再深入探讨。所以这里主要是结合了佛教里面2个主要的文献，也就是斯里兰卡还有北传的这些僧团里面的这些文献我们来研究探讨从佛灭到阿育王时期的这个教团的发展。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就是佛陀入灭之后，这个佛法是朝哪个方向弘扬的，就是它的路线是什么，我们要看一下，了解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我们会谈到就是4大圣地。那一般学者认为说，这个佛教的僧团那这里佛教的僧团不仅是指这个出家的僧众，也包含了在家的这个这些修行人的。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佛教的这个僧团呢，在佛陀入灭之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扩及到就是中印度的一些地方而已。但是他想不了上个两年的特别节个，那难的特别节说那不上个别点。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佛灭后就是佛法它弘扬的这个路线是什么？那其中，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也是依照这个学者们的
一些研究。就是当时这个佛教的僧团，那当然僧团最主要指的是这个出家的僧团，但这里所谈的也包含了就是男女二众在家众的这个，也包含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所以学者们认为，就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僧团，这些佛弟子们不管是出家在家，在佛陀入灭之后，刚开始其实呢只扩及到了中印度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就谈到，那中印度是有哪些地方从这里我们最主要会谈到，就是佛教里面的4大圣地。那因为在佛陀涅槃之后，那么很多人就想要纪念这个佛陀，所以就会去佛陀的曾经到过的重要的一些圣地去朝圣。所以这个4大圣地，它就是位于这个中印度。那我们一般说叫4大圣地，也有说叫做也有8大圣地的这个说法。所以首先呢，比较著名的就是4大圣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首先呢，就是诞生地兰毗尼，还有入灭的地方居士那罗。那这2个地方是位于这个中印度的北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叫兰毗尼，就卢宾尼投影出来的红色北方的2个点，卢宾尼跟库什纳嘎，就是居士那罗。它算是中印度，但是呢是中印度的北方，也是在边界然后再来佛陀这个证悟的地方呢，是在菩提伽亚，是在中印度的南部。还有初转法轮的地方鹿野苑，就是 Varanasi， 它是在中印度的西部。所以这4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说的4大圣地。它的的范围叫 Siddhiya， 它的意思就是有4座佛塔，4大佛塔。所以古代因为在这4个圣地呢都有建立起塔所以称这4个地方也叫4大塔的地方，4个大塔的地方。就像刚刚谈到在佛陀入灭之后呢，那信众们都想要去巡礼跟朝圣佛陀曾经到过的地方，尤其这4个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会去那边朝圣。所以这4个地方呢，也因此变得繁荣起来。那么对于初期的佛教徒来说，所谓的这个中国，就是位于世界中央的这个国家他们认为就是中印度，就这个地方。
所以对于初期的佛教徒来说，这个中印度为中心的这样的这个地方，他们就称为叫做中国。但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位于这个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位于世界中央的一个国家。那最主要你看到在中印度这里，也就是佛陀的最重要的4大圣地。所以，总之呢，佛教的僧团在佛陀入灭之后，刚开始最主要他们的扩及的地方就是这个中印度这里，就所谓的中国、中土、中国、中印度的地方。再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僧团是往西南方推进的这样的一种传说。所以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当时的教团在佛陀入灭之后，逐渐就往这个西方还有西南方发展。那最主要是因为中印度的南方有一座山叫做平蛇耶山脉Vindhya 平蛇耶这样一个山脉。所以换句话说，中印度的南方就被这样的一个高原所阻断。那同时也没办法往东方，因为东方呢是非常酷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也算是一个未开发或者说未开化、未开发的这样的一种地方。所以当时佛陀入灭之后僧团呢，他没有往南方，还有东方去发展。所以，当初最初的教团是往这个西南方，就是西方还有西南方这些方向慢慢的去扩展。那但也没有往正西方的方向去推进，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那最主要可能是因为在当时佛陀入灭之后那段时间，西方呢还是婆罗门教的这个地盘。所以呢，对于僧团呢是朝这个西南方向的这种传说，学者们就会认为说，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所以不只是佛陀涅槃之后，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佛法呢它就有从这个中印度传到西南方向了。这么说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佛陀有10大弟子，在藏传佛教里面比较少提到10大弟子，这比较是南传还有这个北传吧，里面有提到。所以像这个北传里面有提到10大声闻弟子，总之这里会提到，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僧团就佛法就传到西南方西海岸去了。最主要就跟这位10大弟子之一的一位叫做大迦旃延。那主要是他就是这个阿盘提人
还记得我们之前谈到16雄国、16大国其中之一哦，就是有一个叫阿盘提。那前面有提到阿盘提这个国家的首都哦，就是玉蝉尼。所以十大弟子、十大声闻弟子之一的大迦旃延，他最特殊的就是解释佛法，以这种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分别解释佛法。总之呢，他学完佛法之后，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就是阿盘提，去弘法，去教化大众。那么这些呢，在其实藏传佛教的律典当中呢，也是有提到的。同样这里提到在阿含经中也是有的。那他有一位弟子，就在他的家乡就是阿盘提，跟随他出家。这个弟子呢，叫做益耳。这个梵文是 Sona Gujikana。那后来呢，这位益耳他就总之一路跋涉到了舍卫城去觐见佛陀。那么他的这个师父就是大迦旃延，他就知道益耳要去觐见佛陀，所以就托他请问佛陀这个5事有5件事情，就是有关戒律的5项例外。那这5事里面呢，主要是谈到这个皮革就是因为主要像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大部分那些地方都是使用这个皮革的，但是佛陀制定戒律是说，僧众是不可以这个穿戴皮革。所以总之呢，请问佛陀有关这个戒律的5项例外的事情那就围绕着这种在像比较偏远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会比较会要穿这种皮件的这种衣饰等等，所以这5事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总之呢，这位益耳呢，他就见到了佛陀。那总之要说的就是说，佛法当时就已经传到西南方西海岸，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一位叫益耳这个人，这位出家人，他出生的地方就叫做阿波兰多加阿巴兰塔，他是在印度的西海岸的一个地方，所以比这个阿盘提这个国家的首都刚刚要谈到说叫做玉蝉尼，还往西边。所以，因为有这么一段的故事，或者说这样一个典故，所以就传说佛陀还在世的时候呢，佛法就已经传到了这个西海岸去了，印度的很西边西海岸。
주신기 나와 제와리디 까다야네 부친 비고 로마레스야디 네데데베 제수시테 那这位伊尔他是大迦旃延的弟子那这是上座部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在藏传佛教的说一切有部毗丹耶的毗格式中也有这段记载。但是呢，在大众部系的这个摩诃僧祇律里面伊尔就不是大迦旃延的弟子，而是谁呢？而是富楼那的弟子。那这位富楼那尊者，他出生的地方呢，叫做苏波罗哥。那这个苏波罗哥就是富楼那尊者出生的地方，也叫首波罗。那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也位于这个印度的西海岸。那在这个附近呢，后来也找到过这个阿育王的一个碑文。总之，现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它是在印度孟买稍微再往北一点的地方。所以根据记载，富楼那尊者在得道之后，他就回到故乡去传法，也度化了很多弟子。所以说明这就可以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佛法就已经传到了这个西印度地区了。所以无论是上座部的说法，或说一切有部的说法，都有提到这个伊尔。那么或者说大众部摩诃僧祇律提到伊尔，他的老师不是大迦旃延，而是富楼那。那总之呢，都是提到说，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佛法呢，就已经弘扬到这个印度的西部，甚至是西海岸那样的地方。所以呢，或者像摩诃僧祇律里面还提到这个富楼那尊者，他也是这个来自于这个印度的西边，然后后来成道之后呢，还回到故乡传法，所以可以都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佛法就已经传到了西印度了。那接下来要谈的是佛法从中印度就传到南方的这个传说。所以前面我们提到说，佛法呢，它并不是当时没有马上传到这个南方最主要是因为南方那里有一个高原，一座山脉。但是呢，佛法还是有从中印度传到南方的这样一种传说。所以前面学者是说没有比较没有传到，刚开始没有传到那边，但这里是根据了这个巴利文里面的小部的经籍里面有一个叫做彼岸道品。在里面呢，就有一个序文的记言，或者叫序记，序文的记文。这里面提到，就是住在就是印度呢有一个就是南部的德干高原。
所以里面就提到说呢，在德干高原的有一个河流叫做这个瞿陀伯利河。那在这条河的上游的有一个婆罗门，叫做婆河利，他听闻佛陀的这个圣名哦，所以呢，他就派了16个弟子去跟随佛陀这个求法。所以这16位弟子呢，他就从这条河的这个上游，就是叫瞿陀伯利河的上游，一个叫波提塔纳出发，经由南方的道路，也就是接着从玉产尼，然后经过叫卑提血还有焦赏米、沙奇等等地方最后到了舍卫城。所以当时这16位弟子哦，他们的这里有提到，就是经典中提到这几个地名哦，他们从这个瞿陀伯利河，就是德干高原南方印度南方的这个高原的这条河的上游开始，然后一路走就经由南方的道路，经过很多的城市，最后到了舍卫城。然后各位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程。所以真的是很辛苦。在左下角那里就叫孟买哦，也就是这个瞿陀伯利河的这个地方。所以这就很辛苦哦，最后走，就最后走到了见到佛陀，是到到舍卫城。那个地方距离这个加尔各答也是比较近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很辛苦的。所以要从印度的南方到这个舍卫城去，一定是很辛苦的。总之呢，这16位这个童子就是他经典里面提到是婆罗门的16位童子就向佛陀就提出了疑问，然后佛陀呢也给予了相应的一些回答。那这些内容被收录在就是彼岸道品当中。那撰写这部经文使用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巴利语文的一种巴利语的一种文体形式。那这个经文这一品跟同样经集里面的另外一品叫异品被视为说是阿含经当中最早成立的这个作品。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就说虽然说这2部作品的文体是比较古老，但是呢，跟阿育王的碑文的这个文体来比较的话，也没有办法断定哪一个更为古老。所以呢，
只是依据这种文体的古老，就断定说这个彼岸道品啊是很早期，或者说是佛陀在世时候的作品。那这么说就有些牵强了。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描述这16位婆罗门的童子哦，16位弟子前往舍卫城的这样的典故，这样的因缘的这个出处叫做续记这个部分，是比这个彼岸道品这个正文哦还要更晚期一些的。也就是说，出自于彼岸道品的这个续记这一部分哦，其实是比较晚出现的。所以呢，一些学者认为，只是根据这个续记里面的这个描述哦，就断定佛陀在世他的这种像声名啊，已经远传到德干地区哦，然后似乎也是有点不够充分的。但无论如何，是有这样的这个文献哦，有这样记载。但是不管怎么说，透过上面的这些文献，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说，佛陀入灭之后，教团首先是向西南路方向，然后开始扩张的。一个比较确切的例子就是阿育王的儿子叫做摩悉陀，他出生的地方哦，就是这个玉产尼。玉产尼，这跟之前这个我们提到的大迦旃延哦，出生地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呢，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这个斯里兰卡的佛教就是由阿育王的这个儿子叫摩悉陀他传过去的，是用巴利语的这样的一个佛教。而传到斯里兰卡的这个巴利语，后来的学者就跟这个阿育王的碑文来做比较研究，那就知道说哦，这种巴利语最接近呢一个叫阿波兰多加附近有一个半岛叫做卡提亚瓦尔半岛。在这个半岛上呢，也有一个碑文，叫做吉尔纳尔的碑文。所以这个碑文在的地方是中印度的西南方向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阿育王那个时代哦，在西南方佛教就已经很发达了。大项里啊，各地区嘅，安南边嘅近端嘅，这个南罗里啊，大概是为的是。接着我们要讨论第一个主题，就是佛陀入灭之后，就是教团潜在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导致后来这个根本分裂的一个背景。那这里我们主要参考的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佛教学者叫马田行启，他的一个看法。那上面我们介绍了佛陀入灭之后，就是100年间印度政治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也有说是佛陀入灭后200年间
这样的当时印度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的。就像佛陀晚年的时候，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有阿舍世王，总之摩羯陀国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朝代哦，不断的这个变迁更替，最后到这个孔雀王朝，然后孔雀王朝里面又有这个阿育王。所以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时代王朝变迁的这样一段过程中，佛教的教团呢，也在不断的四处的传播跟扩张发展。所以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这100-200年的时间是很长的，是可以发生很多变化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来想想啊，这个18、19世纪的事情吧。那么我们也会觉得，这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一样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这都是100-200年前的事情，我们也会觉得很久远的。所以呢，很自然啊，佛教教团内部一定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问题，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意见上各种上面的分歧哦，也就日益的凸显出来。那这些僧团当中的变化还有分歧，它表现在很多方面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见解，还有在可能行为上，还有在很多总是很多方面。总之，直到最后呢，就导致了佛教的第一次分裂，也叫做第一次的根本分裂。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第二次结集，还有就是根本分裂之前，这个教团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谈到说这个佛教从宗教的角度去看我们说宗教的一个存续，它是需要3个条件的。首先是教主，然后再来就是这样一个教导的人呢，教主他教导的法教是什么？就是教法。第2个，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教徒。所以这就是宗教存续必须有的3个条件，就是教主、教法和教徒。而在佛教当中呢，这就对应到了我们一般说3宝，也就是佛法僧3宝。我们说教主就是佛陀，然后教法就是佛法，然后教徒就是僧团。那这3者
三宝，三者呢是相互依存的这样一种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佛教当中，首先佛宝，它是教主，我们说是三宝的一个根本。我们说佛陀的可以说非凡的一种人格，还有智慧呢，就是教法的这种体现。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般说佛法，佛法它就是佛陀的特殊的这种功德，也是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同样呢，也是佛陀的这些特殊的功德啊，或者说智慧，也就是教徒们啊、信徒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所以说，佛陀的存在哦，就给予了佛教深切意义。同样，也因为佛陀这样子的智慧跟功德，它也就是整个教法的全源，也是我们这个修行的目标。像我们很多人修行，在当时我们说修行人哦，这个修行的目标哦，或者说一个典范就是佛陀。当然，这说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很清楚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佛陀入灭之后怎么样呢？当时的信徒们呢，就会开始去想要纪念佛陀。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人活着的时候不觉得他有多珍贵，总是在他走了之后，才发现到说他是有多么的珍贵，多么的殊胜。所以有一点像想让他们为了要寻求一种这种精神的补偿哦，那因为也见不到佛陀了，所以能够见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舍利，还有佛陀曾经去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些圣地啊，这些遗址，还有佛陀的遗教。那这是他们最主要要去朝拜的，或者说他们想要去追求的。我们看到佛陀的遗嘱是什么？是在经典中有提到，佛陀最后的遗教遗嘱，就是要让弟子们以教法和戒律为师。换句话说，佛教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教法还有戒律。所以佛陀的遗教，还有佛陀的这个所说的戒律就是在他离世之后、入灭之后，最主要弟子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陀的遗教，就这教法和戒律是多么的重要。然而，如何去理解还有实践佛陀的这些教导，就成为了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其实佛教就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佛教当时就面临的挑战有什么？譬如说，第一个，如何继续修行，并且达到这个证悟。那这是当时学者，总之，这是我们这些学者们归纳出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弟子们就开始要讨论怎么去完善佛陀留下来的这些不完备的理论。那这当然就是一些学者的看法，因为这些学者认为佛陀生前主要强调的是实践，而不主张就是在教理上过多的这种讨论。所以佛陀的教法中很多都是随意致用的，这可能在理论上是有不是很完备的地方，譬如说不是很有次第等等。所以就是当时的弟子们就要去讨论怎么样去完备这些佛陀生前所说的理论，然后把它变得更有架构。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人对于佛陀的智慧、佛陀的能力、佛陀的还有这个佛陀的涅槃可能如果有疑问的话，那是怎么回答？比如说，可能有人就会觉得佛智是不是会不见消灭，或者佛的能力是有限还是无限？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去面对外部的质疑和内部的分歧。譬如说，这时候很多的外道、婆罗门教就开始质难、质疑问难，还有僧团内部也有很多要去协调的一些认知。所以总之呢，当时佛陀入灭之后，当时僧团就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弟子们对于佛陀的这种追慕之情还有思念，就是非常的强烈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亲见到佛陀了，所以大家就对于佛陀所说的话，也就是佛陀的教法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强，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说他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精神领袖吧，但是毕竟他入灭了，教团也失去了这样的最高精神领袖，所以就只能有几位这个大弟子，我们说长老来统领大众。换句话说，其实教团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一种统一性，也失去了这样一个最高的精神领袖了。所以呢，这个教团呢，也就不再像佛陀在世时那般的团结和凝聚。再加上呢，这个教团还在继续在扩张的，所以呢，分布在各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教团之间，必然呢会有一些，比如说意见不同主张不同，会有一些这种隔阂。而且各地的风土人情也都不一样，
所以呢，会导致整个佛教教团的思想理论，包括形式上啊、样貌，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也就导致对于佛陀的遗教就有不同的见解产生。所以这种呢，是出自于我们可以说是情感上的，还有理论上的，还有各地的习惯上的差异和这等等的挑战就导致了，或者说就推动了这个佛教教理的这个分化，还有这个各种不同组织的分裂。那么具体来说，当时佛教教团内部有什么样的分歧，或者说隐藏的一些祸患呢？所以当时教团内部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王舍城呢第一次结集结束之后，它代表了什么呢？它可以说标志着代表了这个大迦摄尊者那一派对于这个僧团的整合成功了。当时可以看到很多的僧众呢，都支持这个大迦摄尊者。所以可以说王舍城的结集就第一次结集之后，就代表了这个大迦摄尊者这一派的人呢的一个整合的成功。但同样，换句话说，同样的也就是可以看到意见一派的各种的不同的看法也都消沉下去了。那么迦摄尊者，他首先是一个苦行者，所以他学佛的时候年纪也很大了。所以换句话说，他学佛之前很长时间呢，都是这种学习外道的见解。那么之后年纪比较大之后才跟随佛陀加入了僧团。那可能是他上半生就是在外道学习的一些习气吧。所以他最主要的行持呢，就是苦行。所以大迦摄尊者就是以这种苦行头陀的修持，
为主。所以它是以这种严守戒律著称的，或者以现在学者的，同时呢，现在学者的用词会形容大迦叶尊者也是比较保守的一派。所以除了这个保守的这个大迦叶尊者这一派不同看法的派别中有3种。所以学者认为，所以首先这里刚刚谈到的就是大迦叶尊者这一派是代表了比较保守的那一派。另外呢，跟他有差异的派别中有3种倾向第一种呢，是比迦叶尊者这个比迦叶派更为保守的，是富罗那尊者那一派。那为什么说富罗那长老他那一派更为保守？是因为呢，他要求凡是佛陀曾经所制的这个戒都应该成为一种标准的定制，是不可以舍弃的，就是说不可以有所取舍的。再来第2种倾向的派别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比较自由一点的。譬如说阿难尊者那一派，因为他觉得他的主张是依照佛陀的中道的原则。所以呢，对于这种维系戒是可以因地制宜，然后给予取舍的。然后第3种是什么呢？代表的人呢是五比丘之一叫做婆尸波。他应该是比阿难尊者那一派还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婆尸波尊者他所代表的立场，甚至就被视为是后来大众部的一个先驱。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些内容就是因为我们说很重要的历史就是之后有佛教的根本分裂嘛。所以其实在根本分裂之前你可以看到其实你都看得出一些端倪。你可以看到当时其实佛陀入灭之后僧团风气就开始有一些转变，然后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意见产生。所以这里看到就是加上这个大迦叶派，主要有这4种的立场。那么虽然说4种不同的立场，但共同的其实都是想要遵循佛陀的这个教说，还有佛陀所制的戒律，不是要违背佛陀的教法跟这个戒律的，只是大家在视角还有可以说一些方式上不同而已。但是呢，
这里就这4个派别就分为保守派跟自由派。所以比较保守的就是头2个，也就是大迦摄尊者还有这个富楼那。那么再来第3跟第4是比较自由的，也就是阿难派还有婆尸波这2派。所以总之有这样的4派。那么比较保守的是代表就是迦摄尊者，那比较自由的这一派代表就是阿难尊者。但是并且2派呢是这样的一个分别。这是僧团风气上的一些转变哦。那么谈到有这样子的迦摄派和阿难派为代表，然后再来呢就是戒律新问题的一些出现。然后新戒律新问题的出现，对不起，这里谈到就是说，那我们看到佛陀呢，在这个行持上啊，他提倡的是中道行，除了根本的戒律以外哦，这些小小戒，也就是维系戒，是可以因地、因时，还有因人，还有因事而质疑的。所以佛陀的戒律其实都有方便开遮的，但前提都是什么？前提是有利于众生的身心修行，或者说至少是不要违背能够帮助到众生的身心的这种修行哦，就可以了。所以是在保证戒律这个整体的一种稳定的前提之下，然后佛陀随意而制定的这种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这些小小戒哦，其实是可以善巧取舍的。所以佛陀呢，在入灭的时候，曾经有跟阿难说到一段话，这个是在《毗尼母经》里面提到的。说无灭度后，应及众僧舍维系戒。所以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哦，佛陀就对阿难说，在我灭度之后，你应该召集众僧，然后舍这种维系戒，小小戒是可以取舍的，做取舍的。
所以佛陀虽然有这么说，就经典当中你可以看到佛陀有对阿难说这些维系戒是可以舍的，但是当时阿难呢，其实应该要及时的再问清楚佛陀你所说的，您所说这个小小戒维系戒，它指的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维系它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阿难却没有及时的去问清楚。所以呢，在佛陀入灭之后的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阿难就被骂了嘛。因为阿难那时候就跟大众说佛陀曾经说维系戒可以舍，但是他没问清楚，就是导致了大家的一个争论。所以当时呢，就被大迦摄尊者所这个喝责。所以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僧众们没有办法对于维系戒达成一个共识，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个解释。如果大家说有共识的话，那的确可能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对于这些维系戒就能够有清楚的一个取舍。但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解释，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也是毗尼母经当中我就提到，大迦摄当时就说，所以就说大迦摄尊者就说，汝等所说，皆谓与维系戒合。若舍维系戒者，诸外道辈当生谤言等等。那所以这里大迦摄就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们所说的呢，都是各自的解释，反正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尊者就说，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就很这种大意的舍弃了维系戒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导致这些外道人们的这种毁谤。他们会毁谤什么呢？如来灭后，维系戒诸比丘皆已舍尽，然后瞿昙沙门法如火烟焰，忽生一灭，就会被外道所毁谤。所以接着大迦摄也说，若舍维系戒者，但持四众，余者皆舍。也就是说，如果说除了四众之外那么其他都算是这个维系戒的话，那等于说其他都不用去遵守了。如果只是持有这四众戒，就杀盗淫妄四众戒的话，这样怎么能够还称作叫沙门就是出家人？
所以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尊者，就是大迦叶当时为了防止这种戒律的松散，还有避免外道嘲笑毁谤，还再加上当时的僧团的戒律已经开始松散了，状况不是很乐观了。还记得我们以前课程有提到，佛陀有一些僧众在佛陀一入灭之后，马上就说啊，我们可自由了啊！以前佛陀在的时候啊，这个非常的压力很大，然后佛陀不在了，我们都自由了。所以你看，都已经有僧众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僧团的戒律持戒的状况已经是不太乐观了。所以在这第一次的僧众结集的时候，所以大迦叶尊者又是主持人，他是一个算是当时的僧团领袖，又是这个结集的主持人的身份他就以这样的身份，他就做出了一个规定，那也是，总之呢是不可以随便舍这个维系戒的。所以大迦叶尊者也很清楚的说了一段话，做了一个就是决定，一个规定，也是毗尼母经中提到的。也就是说，随佛所说，当奉行之。佛不说者，此莫说也。这段的意思是说，凡是呢佛陀没有制定的这个戒，我们也不会信制定。但是只要是佛陀已经制定的戒，我们就应该要遵守。当然呢，这也并不代表说大迦叶这一派他就是最保守的。实际上表面上或者说口头上，你可以看到大迦叶尊者这么说嘛，佛陀只要是佛陀制定的，我们应该要遵守。看起来好像是很保守，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并没有让僧团走向一个极端。所以即便在结集律藏时也是有所取舍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实践上没有走入极端是怎么知道的呢？比如说呢，富罗那尊者就提到说，饮食的8法就没有被这个结集。所以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是的，大迦叶尊者他在思想上可以说是随顺了这种叫最保守派，但是在实践上、行动上，他随顺的是自由派、开放派的。也就是因为大迦叶尊者他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说思想上保守，行动上是开放。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他才能够维护僧团的一个和合与和合，因为意见派者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一种方式。但是，是不是第一次结集之后僧团就对于戒律的这种争议就
就平息了，并不是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慢慢这些争议呢又重新出现。那重新又被提起哦，最主要有2个原因，就是这些戒律的争议哦，重新又被提起。第一个原因是，佛教呢在像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像周边地区红传开来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第二个是，即使是在这个本来就佛法弘扬的这些教化的地方，也因为经济上、社会上的改变而有这种新的状况出现。所以这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哦，就要求僧众们就重新必须要审视这个律藏，或者对已经有的这种戒律哦进行取舍，或者制定新的戒律。所以总之呢，戒律问题呢，就后来又重新的成为这种僧团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好的，那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